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0，诗篇40篇16节安尼讲：愿一切找你的，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愿遐羡慕你救恩的，常常讲，就尊耶和华最大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来欢喜快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使落恩典疼痛，施行怜悯拯救，所行信实公正，所在伟大奇妙的独一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阮要保养你的好名声，也要时刻学乐称颂你的奇妙所在。主啊！世间人较无得到金银财富、名声、地位，努力打拼，要得到搁较济，总是到尾会通留落来，拢是空空着活。主啊！阮确实要认真来找求你，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愿阮羡慕你救恩的，常常讲，就尊耶和华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